小红啊，赶紧来，赶紧来，赶紧来，快来！哎呦，小红诶，哈，你是在来，慢点，别阿婆。小红，你家己跋倒，唔着家己背啊，起来。是啊，走这两步你就忝，你家己跋倒，唔爱家己起来，什么叫阿爹来你抱？我教你，你拢袂记啊，啥？我袂记啊，起来！我背了，我要哭啊啦！小红，哎阿爹讲的你袂记，你真唔做听？好来，走阿爹看，大步走哦，走，对这走啊！大伯，嘿，走。唉，老大呀，钦福，教囡仔方法确实你有一套啊，都对。唉。真趣味啊！嘿，啊！你知我姓哈？哪里唔是山贼？不是啦，阮是空洞派的地主啦。啥？空洞派的话，啊，阮甲你井水不犯河水，是安怎要来找麻烦？你是偌久是咧嫌仙啊？来，恁是什么来意？老老实实甲我讲。好啦，我甲你讲啦，阮是确实用派阮来沿路阻止你的，因为伊要赶去石门镇擒拿陆生啦。啊！又是迄些。走啊！好兄弟，你去哪个讲？我先行一步，来去迄个石门镇救陆清。好。哎呀，我已经安尼吼，连讲话都讲到喙焦啦。啊，你到底是要答应啊？唔答应？安尼连一句话你都唔讲。查某人吼，青春是无偌久啦，白拖的啊啦，哈！我就是干那为你的终身大事，安尼伫咧烦恼安尼啊啦。啊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当然你嘛是都爱答应，看有影无？讲遮咧讲，当然啊，李公主生做遮尔啊正缘投，对你又要阁纯情，啊又阁温柔，哈！阿姨啊又阁遮尔啊疼你，这4年来哦，因母仔囝。就将你当作敢若亲像是千金翁啊，安尼伫咧甲你服侍，
像这么好的亲情，就是点冰仔火你嘛无地通找啊！哎呀，都搁咧喘，你伫咧喘啥？哦，敢讲你袂当将下老大个甲伊放袂记？哎呦，4年啊啦，4年啊啦！人个下老大个吼，无得较早就甲丁翠有两个成亲，囝嘛毋知生几个，当你是搁咧等啥？阿姨吼，叫我来甲你讲，后月你的妻儿吼，就是60岁的大生日，讲迄一天就要互你甲你公主完婚安尼。妈呀！哈？妈呀！喂。阿姨，你讲要安怎？答应无？答应咯，你毋着看媒人啥人咧做？真是的，哎呦，你真好诶！阿青诶，啊哪会即马还阁叫阿姨？毋着爱改喙叫阿娘。对啦对啦，应该爱改喙叫阿娘。是讲阿姨啊，莫怪啦，你即马阁无啥会惯事啦，阮较早嘛安尼。安尼哦，表兄爱我，这个一切我拢总知影。也毋过，我肚子下大哥放袂记，但是下大哥已经娶翠有，我应该将心毋嫁，也是爱答应甲表哥成亲的。青玲，青玲，我若就伫咧讲，你已经答应咱两个婚事啊。青玲，当初。是讲，你是什么人？你就是陆清醒。我没有。关家，好，出来！哎呦！
公主，阮穿你的伤有要紧无？无要紧啊，伊是加载阮无去伤到滚滚，以后加加规条休息几工就好啊。公主，这摆是足拄好的，你不但救阮穿你的命，又搁甲伊疗伤。阮母仔囝吼，毋知要安怎甲你说多谢。哎呀，别慢啊，就客气咧，这是应该啊。哦，对啦，我听马兄讲，你甲阮穿你结拜哦。啊，是啊。本来吼，你即摆来拄啊负责阮家门甲穿你的喜酒，啊，他即马夫妻，我看阮两个文书暂时该研后，等来清理，伊伤若是传好了，再搁讲。即马只有安尼。要无我还阁有代志，我先讲。无咯无咯无咯，哎，我实在足糊涂的，遐后厅都办，甲接风酒伫咧等你啊，当来后厅啉两杯吼。是啦，阿兄，事我袂当奉陪。母亲，要无我留在遮来照顾清理。好，母亲家款待共款啦。别无，你无用，你做你无用啊。请。唔免啦。饭酒蔬菜来，请。请。我一个祝你答应幸车心安好，是你归你关怀道，若讲成就为小可，父母相传我已述过。我拢会晓伊。可惜的啊，想袂到咱阿某才离开4年啊，你著变到咧，这里咱有出团哦。这拢嘛是老大的家伙。哎呦，若是讲咱老大的吼，确实是有影熬到无声无息啦。莫怪迄个绿姑娘吼，才会定定伫咧思念伊。但即马拢毋免烦恼这啊啦。老大的这回是专工来找绿姑娘，准备要甲伊成婚啦。啊，啥意思是讲对还毋对？你即马是咧讲老大要甲谁人成婚啦？绿青啦。伊毋是4年前就甲丁翠玉成亲啊？啊，你是想为倒位去啦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丁翠玉4年前就已经死去啊。嘿，也安尼，小芳的毋是甲丁翠玉两个斗阵生的。啊，你黑白讲。那你是咧看啥啦？这个代志吼，袂用得去互小芳的知影。小芳是丁翠玉甲迄个朱公主生的囝。哎呦，我是啊，我歹势万得啊！我做一件真对的代志，我晓现的我，那要安万影，怎？等你是安怎啦？是啥代志咧？我惨啦！我都就是讲，夏老大甲丁翠玉成亲啊！我惊去耽误着绿姑娘的青春，我安尼是有喙讲甲无烂，温了家己囥。我讲叫伊着甲嫁互李公主嘛。啊！我，绿姑娘答应无？若毋是伊受伤哦，后下你来找伊，因就要完婚啊啦！拢是你这只。哎呦！
哥，我大哥，叫你来找我，你千万唔当离开我，大哥。李嘉文人品家世拢总是真好，青丽若是嫁互伊，总是比嫁互我夏江良搁较幸福。既然青丽答应这门的婚事，我应该爱真紧就离开，成全因两个人才对。阿听阿听，是真水的新娘娘是相是无？小红，这是上来讲。看一甲我讲的啊。小红，我甲你交代，以后唔准你搁再提起这个代志哦。你家己讲要搁带一个真水的新娘娘过。我什么时阵答应我要带真水阿娘互你啊？看一讲的啊。你唔通听伊乱讲，我叫你唔通搁提起，就唔通提起，这暗嘛紧困，莫问交话，滚。爱走出来哦。夏兄，遮尔暗嘛，想要来叫了你，请莫见怪。你啊，免客气，请坐。你啊，你是有啥物话，尽管讲，不要紧。是关于夏表妹入清的代志。夏兄，一丝怀疑。是人之常情啊，迄伤者的痛苦。入戏府难免声声叫大夫。在下的水莲同意你。并非在下，先意猜文书大表做安排，情理的水莲未点怪，属有苦中啊。在心怀，你对情啊你哦，可情深，地老天荒啊，不变心，冷冻对啊来可疼爱。你啊，母子的善良哦，又断风如此良言难相逢啊！请你个你若是配落。
以我做到清理伊儿兄的身份，我真赞成这门的婚事。真是嘞！代志唔好啦！哎呦，凄惨落去啊！嘿，老大个，我去陆姑娘的房间哦，摕药仔要去甲伊顾，即看伊无伫房间的，伊迄桌顶的吼，囥一张被要互你呢。夏江良，迄某虽然败在你的落眼刀下，但是我并无认输。现在陆清就在我的掌中，命你12时辰之内，带着陆清的亲笔信前往灵武山灵武寺，若无陆清的性命难保。清理，大哥，快去来走！你不能！夏江良，这回换你输了哦。其实你太无体。陆清的皮有铁。早就甲你讲过，迄张花胖见啊！哦，小大哥，王爷，若无因吃一点仔苦，因绝对袂讲老实。既然唔交出来迄方的秘密，就将因活活甲伊咬死。还是有在对你出来！